继续来看香港国泰航空集团今仔日宣布，要来裁员24派的员工，也就是8500个人，其中有600个台湾籍的员工可能嘛受到波及。另外，旗下负责中国国内线甲东南亚航线的国泰港龙航空，即刻开始停止营运。 受到疫情的影响，香港国泰航空集团宣布，香港国泰港龙航空将要自21号开始停止营运。航线要交由同一个集团的香港快运接手。整个国泰集团会裁员8500人，恐惊还包括台湾籍的员工。 国泰航空从每一天可以运能进去的旅客有10万降到这个1500，这个影响很大。因为受到疫情影响，国泰航空集团近半年的亏损关达到377亿的大票，希望借由这届的改革，每个月现金的支出会当减少18亿。国泰集团包括负责国际线的国泰航空，也有负责中港线东南亚为主的国泰港龙航空。那香港快运是低成本的航空公司。 专家咧讲，国泰伫2019年买下香港快运，造成正大影响，这原来是停止营运的原因之一。布局上，如果以旅客观光为主的话，那就成为这一次的重伤户。国泰航空集团今日发表声明指出，表示认为航空市场已经慢慢在恢复了，因原来尽量卖裁遐济人，对已经决定要裁员的员工，原来会提供比法律规定更较好的离职方案。